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職業拳手嘅時間啦。咁錄音嘅時候呢，就係11月14號，咁但係呢，就因為依家呢仲開緊市呢，咁所以一陣間呢嗰個收市價呢會係琴日嘅吓。OK，咁想同大家講清楚先。嗱，咁今日呢又可以講講呢一啲即係保力加通道嘅獲利嘅要訣啦吓，咁樣點樣睇啲保力加通道嘅頂底吓？咁其實就之前都講過下噶啦，咁但係咧，因為最近咧有啲例子咧出咗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亦都係啲真倉嚟嘅吓。OK， 咁好啦，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今日我哋嘅節目啦。咁首先嚟講咧，講翻個免責聲明先啦。咁以下所提供嘅所有嘅股票啊、期權倉位啊，咁都唔係一啲投資建議嚟嘅。咁如果大家想參與嘅話呢，咁就請諮詢翻你相熟嘅專業顧問。咁尤其是呢，都不厭其煩地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一啲冇保護嘅 short 倉呢，即係可以導致一個好大嘅虧損嘅吓。咁所以呢，呢度係必須要留意啦，即係即係4月7號嗰個，即係攞你命3000咧，咁其實咧，即係走都走唔切㗎吓。如果你冇一個保護嘅話，咁有保護咧，其實嗰個倉咧都可以順利過渡吓。咁呢個即係好大嘅分別嘅吓，兩個係好。咁同埋咧，希望可以俾多啲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吓。咁最緊要訂閱，同埋如果有問題咧，可以 send email 都得吓，喺 channel 度問啦，或者 email。好，咁睇翻過去嗰一個禮拜個10大沽空股票先啦。咁上個禮拜五，阿里巴巴就沽咗17億4嘅，小米就15億2啦，泡泡瑪特就15億2吓。咁泡泡瑪特咧，自從即係有咗期權之後咧，個即係波幅咧都幾大，就啱啱調翻轉。即係有陣時即係期權推出咧，就反而係會有一個即係控制嗰個波幅嘅作用，但係佢呢隻咧，即係本身都係發上發落咧吓，咁即係個股價波幅都幾大。一陣間會再講多些少啊，呢隻泡泡瑪特。騰訊就13億6啦，就盈富基金10億6，快手7億1，華虹半導體6億8，中芯6億6吓，咁都好多，有兩隻芯片股咧就上咗榜嘅吓，咁就平保6億2啦，招行就係6億多啲。好啦，去到禮拜一嘅情況呢，就盈富基金20億7啦，騰訊就上咗嚟17億7，阿里就16億7啦，咁泡泡瑪特就都喺10大裏邊嘅，就8億6，平保8億2啦，比亞迪就7億7，小米7億3，中芯就係6億2，中石油857就係5億9啦，百度就5億7嘅。好啦，去到禮拜二嘅情況呢，就盈富基金就出現咗啲比較大嘅沽空啦，就32億5嘅。阿里都係響個平均水平吓，但係就比前嗰幾日就升咗啲嘅，就20億2。騰訊13億7，小鵬喎，咁一陣間重點就會講呢隻噶，就11億1，就比想象中低嘅吓，即係呢個小鵬，但係佢佔個成交額咧都唔算高啊。OK， 咁究竟小鵬發生咩事咧？咁一陣間會同大家比較詳細咁去交代下。好，2828就10億4，小米7億5，美團7億3，友邦6億4，百度5億7，平保就5億2嘅。好啦，去到12號咧，就小米就上咗榜首喎。佢啲股價表現點樣咧？最近都係麻麻地，咁依家睇翻個市咧，就跌咗大概2% 到啊。忽然間飆咗上嚟喎，飆得幾急添啊，就20億3嘅，盈富基金20億啦，2啦吓。咁騰訊就17億多啲啦，泡泡瑪特就急升吓嘅16億8。另外阿里咧都長居喺頭5名噶啦，就14億5啦，平保就13億6。小鵬就連續有日出現啦，就10億6，佔嗰個成交多咗嘅吓，咁個金額亦都係差唔多啦，同11號。2828就9億7啦，友邦7億3，
協鑫科技就係、5億6，比較少見喎，即係協鑫科技，同埋友邦都喺度，都少見38%喎。OK 嗱，要留意下啦呢個。好去到琴日啦，阿里巴巴哇喺54億3喎。OK 都係其中一個最高嘅沽空金額嚟㗎啦啊。OK 咁啊，發生咩事咧？阿里巴巴望望先啊，跌咗4個9，就跌咗3% 度嚇，都唔算係好突出嘅一隻股票，但係佢因為有啲消息出咗嚟咧，就飆咗一陣嘅嚇。咁今日咧就回吐翻，好，咁 anyway 第二位係2828啦，就29億2啦，就盈富基金就25億1，騰訊15億2，平保12億7，小米就11億7啊，泡泡瑪特就8億5啦，美團就係7億6，小鵬就跌翻落嚟就6億4啦，就南方恒生科技咧就6億2。好啦，咁啊分享翻幾則消息先啦。咁琴日就美股大跌啦，就都道瓊斯跌咗797點喎。咁另外納斯達克跌咗536點。咁會唔會同呢則消息有關呢？就因為咧，即係個 Fed Watch 咧，就嗰個聯儲局嗰個12月嘅減息機會咧，就跌到不足一半喎。咁就市場咧最新估計啦嚇，咁就係啦，就得49.6% 嘅啫。咁較前一天嘅預期咧，就62.9% 咧，就都下跌得幾緊要啊！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停擺啦，咁啲數據出唔到啦，咁聯儲局又有個藉口就話冇數據喎，咁不如等一等先咧咁嚇，即係唔知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啦嚇。OK 嗱，咁呢個就要有待即係遲啲睇下有啲咩公佈啦嚇。OK，咁好啦，美股跌咗，騰訊咧就同蘋果咧就有啲協議啦。咁通常都如果出一啲咁嘅協議咧，有時即係同蘋果咧，對於啲股價咧都會有啲上升嘅情況，但係即係依家睇騰訊就跌咗6蚊，曾經倒升過3蚊㗎。OK， 咁就留意翻啊。OK， 咁啱啱出咗業績啦，就叫做係 OK 啦嚇，即係都符合預期嘅，咁所以就都對個股價咧都冇乜支持嚇。OK 嚇，咁要留意翻。咁另外就係呢則消息咧，即係阿里咧嗰個千問啦。就係即係做咗一啲即係 AI 助手啦，咁即係佢就話可以同即係 ChatGPT 嗰啲咧去對撼啦嚇，咁所以就即係前嗰幾日咧就升咗一陣嘅嚇。OK， 咁但係今日咧就回翻落嚟嚇。好啦，咁就保力加通道，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個工具啦嚇。咁究竟如果要獲利咧，有啲咩要訣咧嚇？咁之前都講過下，咁但係咧咁啱就即係睇到小鵬呢則消息咧，就可以攞嚟即係作為一個示範啦嚇。即係唔知係啱定錯嘅，到依家嚟為止啊。OK， 咁但係 so far 都啱嘅嚇。OK， 咁事緣係咩咧？就係11月11日咧，咁啊小鵬汽車啦就升咗啦，咁啊一度升咗8.48%，就去到109蚊啊。OK， 咁都即係接近20%咧。對於一隻咁大估值嘅股票嚟講咧，都有幾誇張嘅升幅啊。咁就收報就係17.93啦，就係即係108個半啦嚇，係11月11號咧嗰日嗰個收市價嚟嘅。咁當然係最大單日升幅啦，應該可能都係有小鵬以來咧咁最大嘅單日升幅嚟㗎啦嚇。OK， 咁其實係咩原因咧？就係話咧佢即係一個全新一代嘅人形機械人啦 ，Iron 咧嚇，咁因為係好似個人喎，咁所以咧就備受海
內外嘅用戶咧，投資者關注。咁另外咧，即係阿 Elon Musk 咧，亦都係即係呢個即係呢個 Musk 啦嚇，都係點石成金啊！咁佢哇點讚咗之後咧，就更加之瘋狂啲人啊！哇咁連阿 Elon Musk 都讚喎嚇 ，OK。咁仲有咁所以咧就之後咧就有啲大合唱啦，咁啊Morgan Stanley 啦，即係 Deutsche Bank 啦，即係Citibank 啊、中金啊、中信證券啊，咁多家嘅機構咧就發表報告咧，強推小鵬汽車，哇！即係呢個真係勁啊嚇 ，OK。咁好啦，咁啊結果係點樣樣咧？咁當然嗰日就大升接近2成啦嚇 ，OK。咁如果你睇翻個圖咧，就係咁嘅。OK， 嗱咁我咧就都係一個即係喺投資嗰度都係一個即係幾保守嘅人啦。OK， 咁就好多人都睇即係保力加通道就用即係標準嗰個保力加通道咧就2個標準差嘅。OK， 咁但係咧我咧就用3個標準差嘅。OK， 咁係準好多嘅嚇，即係如果要用3個標準差嘅保力加通道咧，咁所以呢條紅色線咧就係講緊3個標準差嘅保力加通道嚟嘅。OK， 咁嚟講咧，小鵬咧佢嗰下急升上嚟咧，就去到109蚊啦嚇。我喺 cap 圖嗰陣咧就係107個半啦嚇。OK 嚇，咁其實就已經大幅升穿咗嗰個保力加通道嗰條頂線㗎啦。咁喺出邊咧都有啲保力加通道嘅專家啦 ，OK， 都話即係睇住頂線就沽啦，底線就買啦咁嗰啲啊 ，OK， 咁我唔知佢呢一下咧佢夠唔夠膽沽啦啊？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我呢個真倉咧，咁我就真係做咗嘢嘅 ，OK， 就喺 exactly 就係11月11號啦嚇，咁啊大概係響107個半啦，咁啊開咗呢2個倉。呢2個倉咧就係一個就係short call 啦，即係呢邊就係short 啦嚇，呢邊就係 long 啦嚇 ，OK， 咁啊收過3個8嘅，咁當然依家小鵬咧就做緊101個3咧嚇嘅，即係跌咗4個6咧，咁當然咧就係賺緊錢㗎啦嚇 ，OK， 咁個行使價咧去到117個半啊，咁即係話咧咁呢個即係我開個 SP Trader 嚟講咧。咁其實已經到頂㗎啦，即係我再開120蚊都開唔到，可能要打電話去啲證券行咧先至報到價啊。OK， 咁所以就第一樣嘢啦嚇，就穿啦，穿到離晒譜添啦嚇。OK， 咁我就覺得咧呢個係一個上階嘅做淡機會嚟嘅。OK 嚇，上階但係當然咧會唔會有機會錯咧？有嘅。亦都一陣間會同大家分析下咧，即係錯個機會有幾多啦嚇。OK 嗱，咁睇下大家咧值唔值得做。咁當然即係呢啲小注無妨嘅，咁5手都即係對你個 portfolio 嚟講咧，即係當係一個投機啊。亦都應該對大部分朋友嚟講咧都冇乜問題啦。OK， 但係當然唔可以大手咁做啦，呢啲即係你睇到哇筍啊咁，即係撲埋佢啊瞓身啊咁，千祈唔好做呢啲嘢。OK， 咁啊即係小注玩下就 OK 嘅嚇。OK 啊，因為如果呢下爆上去咁，有啲即係見高追高嗰啲人咧嚇啊咁一下咁樣即係升上去咁再爆多2棍咁你就到位㗎啦，咁你就瀨嘢㗎啦嚇。OK 嚇，係有呢啲機會㗎。OK， 咁即係唔係100%嘅呢樣嘢，但係即係如果你計翻啲機會率嚟講咧，即係呢個係即係賺錢機會好高嘅一個 trade 嚟嘅嚇。OK 嚇，咁呢度就咁啦，就開咗一個117.5嘅 short call 啦嚇。OK， 咁啊距離即係當時開個價咧10蚊度啦嚇。OK。咁但係就已經到頂㗎啦 ，OK， 再高啲，即係我想再開高啲都開唔到啦 ，OK， 好啦，倒翻轉頭做翻個long put 啦嚇 ，OK， 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一個最進取嘅，即係喺期權裏面一個最進取嘅 operation 嚟嘅，即係 short call long put 係即係極度睇淡嗰啲就係咁樣做嘅嚇 ，OK，
咁就唔多啦，就做咗兩手嘅啫嚇。OK， 即係通常 put 咧，即係要贏錢，即係齋 long 齋 long put 齋 long call 嗰啲就難贏錢啲，咁所以就以收錢為上啦。OK， 咁就賺呢個 long 嘅錢咧為副咯。咁啊所以做咗兩手，咁啊俾翻3個3出去嘅啫嚇，呢度嚇。OK， 咁即係成個 operation 就係咁啦嚇，即係搏佢升唔穿啦，然之後咧喺下低咧就做一個 put 咧嚇 long put 咧。就搏佢即係可能即係跌穿100蚊啊咁嗰啲位嚇，咁主要係賺期權金嘅啫，呢個策略嚇。咁但係就擺翻少少咧，就係long put 咧，就係希望可以搏一個比較大啲嘅回報嚇。咁其實依家都賺緊錢嘅 long put 嚇，即係如果小鵬咧嚟到101蚊邊嗰啲位咧嚇，都賺緊錢，但係賺得唔多。但係 long call 嗰邊咧就會賺多啲嚇。OK。好，咁啊，大家衡量下個機會啦，呢度啊。咁好啦，咁3個標準差嚇，究竟係咩嘅概念咧？咁都我諗大家如果有讀啲中學嘅統計咧，都有個概念噶啦。係咪一個標準差咧？咁就係大概上下就係大概68% 嘅機率啦嚇。咁如果兩個標準差係95.45% 啦嚇 ，OK。咁但係如果係3個標準差咧，就唔會話去到100嘅嚇，就比較接近100啦嚇 ，OK。咁就去到99.73% 喎嚇 ，OK。咁啊99.73% 係咩概念咧？就係話咧如果係用翻套用翻喺保利加通道嗰度咧，咁就係話嗰個即係股價喺3個標準差裏邊停留嘅機會咧，就有99.73%嘅 percent 嚇 ，OK。咁即係話出咗去保利加通道頂線咧嗰個機會咧，就會係講緊，因為如果係升咧就應該呢邊嘅嚇 ，OK。咁就會係得0.27% 嘅啫嚇 ，OK。0.27% 啦 ，OK。即係但係好明顯咧，即係小鵬咧就嚟咗呢邊噶啦嚇 ，OK。而且唔係企喺呢個位喎，係仲要出喎，要留意啊。咁所以個機會咧就更加低啦嚇 ，OK 嚇，即係出現嗰個機率咧就更加低嚇 ，OK。咁好啦，咁如果 in terms of 即係 percentage 都大家知啦，咁出現個次數咧嚇係點理解咧嚇 ，OK。咁啊大概係370次咧係有1次咧係喺呢個位咯嚇，咁所以即係可能你做一個咁嘅 trade 嚇，即係保利加通道3以上嘅 trade 嚇，咁你有即係你做370次咧 ，OK， 可能會有1次係衰咗啦嚇 ，OK， 所以唔係零嘅啊，咁要留意翻啊。咁如果可去到接近0咧 ，OK， 咁就有一個概念咧就叫做Six Sigma啦，即係6個標準差啦 ，OK， 咁當然即係呢個6個標準差係講緊100萬分之一嘅機會噶啦，講緊嚇 ，OK， 即係一啲即係做一啲 quality control 啊咁嗰啲咧嚇。就會用即係呢個6個標準差咧去做咯嚇 ，OK。咁所以個結論係咩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啲 trade 咧係少住唔怕做嘅，有時有啲即係可能即係中意短炒嘅朋友啦嚇 ，OK， 即係可以參考下呢啲機會嘅嚇 ，OK。咁之前咧就做過隻暴碰馬特嘅，咁但係我就冇 keep 到 record 嚇，咁大家都想像到噶啦嚇。咁其實暴碰馬特咧就咁啱咧。就係呢個 story 嘅另外一邊啦嚇 ，OK， 咁就如果你睇翻上個禮拜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跌到落去咧，就係接近200蚊嘅。我 check 啲52周低先，呢個唔啱嘅嚇，咁啊即係接近就差唔多接近200蚊啦嚇 ，OK， 咁好啦，咁就未到。呢個保利加通道3嘅底部嘅，OK， 咁但係咧我就做咗個 short put 咧，就係講緊咧就係190蚊咧，which is 嗰個190蚊咧就係穿咗保利加通道3嗰個底部噶啦，OK， 咁到依家咧佢上翻嚟咧，咁就都賺晒㗎啲期權金嚇，咁所以就個要訣就係咧即係如果你話
好明顯係穿咗嘅話咧，OK，咁就可以做啲淡倉啦嚇。咁如果係升穿咗可以做啲淡倉，跌穿咗咧，即係可以做翻啲好倉嚇。咁但係個好倉係即係就係齋 short put 啦，定係short put long call 啊，定係點樣樣咧？咁啊，即係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啦嚇。OK，咁同埋咧都要睇翻即係佢爆升咗啦嚇。OK。咁都要睇翻嗰則消息咧係啲咩消息喎？即係都要諗翻嘅喎。OK，嗱，咁我睇翻啦嗱，咁你嗰則消息咧係咩消息咧？咁係出咗個 Iron 嘅人形機械人啊嘛嚇，咁佢我就覺得佢只不過係極度似人啫喎。咁其實極度似人有咩市場價值咧？大家諗下。OK。咁啲人，我見到啲人走去即係捏下佢啊，睇下係咪有啲肉啊。咁後尾又即係將隻腳咁啊拆咗出嚟。咁原來佢雖然佢行喺路嚟咧，好似人咧，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個機械人嚟㗎咁啊。OK，咁呢啲會唔會因為係咁咧，而有好多人去投資咧，又會好多個訂單咧嚇。OK，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唔會嘅。OK， 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出咗呢嚿嘢，哇，即係有全球瘋狂咁1億個訂單咁。OK， 咁就可以支持到呢個股價咯。但係如果只不過係一個極度似人嘅概念咧，再加上Elon Musk 咧去呢個金手指咧點一點，即係咁做個 mouse click 嘅啫嚇。OK， 讚下嘅啫嚇。咁再加上啲人。啲大行咧，即係大合唱咁樣咧嚇，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咧係絕對唔能夠支持個股價咧喺呢個水平，同埋即係呢間嘢即係都係蝕緊錢噶嘛。OK， 咁就呢一個即係爆上去咧，即係去到109蚊呢個位咧咁事實上咧就真係有少少泡沫但係當然咧就如果你話，驚佢再升多兩棍嘅 ，OK， 咁喺即係咁 ，OK， 開倉咧就係117個半啦如果即係假如OK， 真係無限咁樣爆上去嘅 ，OK， 即係117、117、127咁樣樣啦，咁如果真係咁咧，就真係要認輸噶啦呢鋪咧咁你就可能咧喺接近115嗰啲位咧，就要考慮止蝕，或者即係我哋叫做救倉噶啦OK 咁至於值唔值得救咧，就要睇情況啦OK 咁呢個係會有機會衰嘅，係極低噶啦咁嘅機會OK， 但係萬一真係錯咗嘅話咧 OK 都要去處理嘅，唔好即係俾啲 short 倉咧放紙鷂咁去喪升咁樣，即係好大鑊噶 OK 即係逢親係啲單頭嘅 short 倉咧，如果係衰咗嘅話咧，係必須要處理噶，唔好等到佢去到127、137先至嚟話嗌救命嘅話，即係蝕到趴喺度即係千祈唔好做呢啲嘢，即係呢個期權嘅大忌嚟噶 OK 咁但係即係睇過我嘅分析之後咧。咁你睇下覺得我啱唔啱啦，或者睇下嚟緊會唔會有啲機會啦OK， 咁當然如果遇到有啲咁嘅機會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小注咁試試啦OK， 我自己覺得就係OK 咁就係咁啦呢度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即係呢啲即係可能即係有少少叫做投機短炒嘅技巧OK。好，咁嚟到呢一頁咧，就係講翻咧呢個派息基金啦。有一點咧，就上次咧都要補嘅，今次都要補充翻嘅，係好重要嘅。OK， 就係話咧，如果你買呢啲嘅以 short call 為本嘅派息基金咧，就係咧你除咗係要即係驚有個下調嘅風險啦之外咧。OK， 咁如果個市升或者嗰隻股票升咧，你係幾乎咧係冇一個 Upside 嘅。OK， 即係唔關你事，因為即係如果你升咁
理論上隻股票都係俾咗人嘅。咁當然，如果我有股票，如果我有好多股票，我做 short call 咧，我一定做得好過佢嘅嚇，因為啲股票咧，我唔一定要俾佢噶嘛嚇。咁點做咧？咁即係如果有啲人有啲資金啊咁，所以可以大家商量下 ，OK 嚇。我如果俾我做，我一定做得好過佢嚇。即係如果我有咁大嘅資本啊，係持有好多股票啊，OK 嚇，同埋咧，即係 short call 到價咧，都唔一定要行使噶嘛，OK 好多方法搞噶嘛，OK。咁而即係呢啲方法去處理咗咧嚇，咁可以即係再提高多啲嘅回報咯，我自己覺得嚇，OK。咁所以要留意啦嚇，你買呢啲基金 ，OK， 你就唔好預咗股票升你有份賺啦嚇，OK 嚇，冇嘅，即係之前我睇過啲研究咧，外國都有啲咁嘅即係以 short call 為本嘅基金咧嚇，基本上係停滯不前嘅嚇，你齋收息嘅啫嚇，OK 嚇，但係個股市跌咧佢都會跌，但係啲研究就話冇跌得咁多，但係我就好懷疑呢個說法嘅，OK， 我就覺得即係起碼都應該同步嘅，即係如果要跌咧嚇，OK， 甚至乎跌得更加之多嘅嚇，OK， 咁即係你今日收嘅息咧，可能即係將來咧，如果係股市大幅下調嘅話咧，你要蝕翻俾佢嘅嚇，OK， 咁呢個就係我嘅一啲嘅忠告啦嚇。好，就呢啲可以跳一跳啦。就之前就係6號，都升咗啲嘅203點啊。咁如果嚟到14號咧，13號啦嚇 ，OK， 因為呢個係琴日嘅收市價啦嚇，就係收27069，係穿咗27000嘅嚇。咁啊，成個月咧都升咗700幾點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個dynamic 倉嗰度咧就有少少嘅做法嘅，即係有少少 update 啊，咁啊俾大家參考下。嗱，咁11號嗰日咧就升咗啦，咁12號嗰日都升咗嘅嚇 ，OK， 咁我就攞個即係琴日都升咗11、12下，即係13號都升咗嘅 ，OK， 咁即係琴日因為我哋有啲事啦，咁所以就 capture 唔到啲好啲嘅價 ，OK。咁就如果你去翻當初我哋11月份嘅開倉位咧，即係28600咧，就如果你呢度加倉咧，你可以收多40幾點嘅嚇 ，OK。咁如果係開咗倉，咁今日再睇翻咧，可能都平得倉啦 ，OK。但係我未睇啊 ，OK 咁我即係睇翻嚟緊個情況係點樣嚇 ，OK。咁我可以賺多轉啦，雖然你話有倉喺手啫嚇，咁但係都之前嗰啲倉有保護，咁我又覺得即係可以即係開多少少啦。嗱，咁就呢個係 stable 倉嘅 update 啦。嗱，咁如果係大咁啊乜都冇變噶啦，同上個禮拜。咁啊大 limit 倉咧就加咗條 transaction， 就係喺個 short call 嗰度咧，就都喺翻286啊。係咯，即係當初月初我哋開喺286噶嘛，咁收67，咁中間去到10幾號咧，升咗一陣，咦都仲有40幾啊，不如加啦吓 ，OK， 就咁大家都要留意咧，加咗呢條嘅倉咧吓，咁就要靈活處理啦，因為冇保護嘅 short 倉咧係危險噶嘛吓，我都即係無數次啦講過吓，咁所以咧即係大概係如果可以食一半咧。走咧都走噶啦吓 ，OK， 咁啊最好就食到70%啦吓 ，OK， 咁啊睇下呢個禮拜係咩情況。咁如果收43點就乘翻200，就收8600啦，咁變咗即係今個月咧加埋呢條數咧都 OK 嘅吓 ，OK， 咁因為你stable 倉都賺緊錢啦，咁而 dynamic 倉咧因為比較進取啲咧 ，OK， 咁所以個利潤咧都差唔多1倍嘅，我覺得飛翻去前面一張先。7萬9、8萬啦，咁其實啱啱1倍啦吓 ，OK， 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啲倉位咧係可以按住一啲嘅規律咧去做一啲加倉減倉咧吓，咁我就覺得咧吓，咁對你個wealth 吓 ，OK 都會有啲增進嘅。咁當然穩穩陣陣可以就咁開個stable 倉，咁如果你想即係
中間咧有啲即係短線嘅操作嘅話咧咁可以亦都可以咧，即係用翻即係dynamic倉嗰個方法咧去做OK， 好啦，咁啱啱半個鐘啦講咗，咁就今次就嚟到呢度先。咁我哋就下個星期都係差唔多時間再見啦或者係禮拜四或者係禮拜五啦OK，咁如果喜歡呢段片就俾個 like 支持下，拜拜。